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8。但以理书9章40节讲：阮上主，阮上帝祈祷，认罪讲：主啊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施主爱，予所有听你、遵行你诫命的人。三个来祈祷，至大通敬畏、守约施主爱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你是看顾世间众人的天父。主啊，阮承认你是阮活命的主，你的话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啊，你听你，佮遵趁你诫命的人所应允的话，永远拢无落空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常常软弱，无完全遵趁你的命令，甚至袂记得你的恩典，直到偏离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要向你来认罪祈祷讲：主啊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施主爱，予所有听你、遵行你诫命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